今日係2025年11月27日，星期四。今日嘅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聖言金句係出自於路加福音第21章28節。這些事開始發生時，你們應當挺起身來，抬起你們的頭，因為你們的救援近了。今日嘅讀經一係達尼爾先知書嘅第6章第12至28節，主題係天主打發天使封閉獅子的口。福音係聖路加福音嘅第21章20至28節，福音係講述耶穌教導我們，喺末日人子會再來。你們應當挺起身，抬起頭，因為你們的救援近了。今日嘅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默想內容如下：每天的新聞都報道戰爭嘅消息。猶太人是天主的選民，巴勒斯坦人也是亞巴郎的後裔，他們互相廝殺，不禁令人想起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烏克蘭和俄羅斯都信奉耶穌基督，他吩咐我們彼此相愛，結果卻是連場大戰。信耶穌究竟信什麼呢？其實耶穌早已告訴我們，喺路加福音第21章第10節，民族要起來攻擊民族，國家攻擊國家，並且訓勉我們，在這些事發生嘅時候，不單止唔需要擔憂，更加應該挺起身來，抬起你們的頭，因為你們的救援近了。原來只要耶穌與我們同在，無論發生什麼事，我們都不用焦慮。教宗方濟各在生活的基督勉勵我們說：基督活着，他是我們的希望。當我們感到沮喪時，他總是陪伴在我們身旁，重新賜給我們力量和希望。作為基督徒，無論情況如何糟糕，我們都不應感到絕望。依賴聖神的光照，我們要學會敏於識別那不斷燃燒的火苗，那看似破傷但尚未折斷的蘆葦。就是在別人只看到高牆的地方找到道路，在別人只看到危險的地方找到機遇。面對世界的天災人禍，信靠天主，我們必能找到出路。當我們迷失時，耶穌期待我們為他騰出空間，讓他推動我們前進。無論發生什麼事，我們都要挺起身來，抬起我們的頭，因為耶穌與我們同在。今日嘅祈禱和反思如下：耶穌基督，就算地上萬國都驚惶失措，求你堅強我們的心，讓我們相信我們恆心恭敬的天主必會拯救我們。願天主祝福大家。